军两位县市长今日是出席行政议会，反映这地方受到关税冲击的情形。汤市长张善政就提醒中央，要投资美国，要个定金评估。也那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虽然32%关税是延后实施，不过目前钢铁依然是去封扣25%，这钢铁业多数拢伫咧南部，毋望中央会当加斗相共。新北市长侯友宜落车了后，就直接行入去行政院。台北市长蒋万安是提早落车，先接受访问，再摇后线行入去。面对美国对顶关税冲击，双北甲基隆桃园的首长初九拢做伙化工，4个城市要轮流办美国商品的采购会，佮呼吁中央爱检讨税制，降低企业的负担。初十双北甲桃园首长都亲身到行政议会，反映地方的冲击甲需求。国家面对艰巨的挑战，身为地方政府就是全力与中央共同携手合作，将前几天我一拜访相关产业界，聆听企业代表的心声，反映给院长以及各部会。扩大对美投资这一项，提醒我们的政府要谨慎行事。第一，让台湾的经济空洞化；第二，造成对台湾劳动市场的影响；第三，造成我们很多核心技术外流。台中市政府是搁再甲中央发声，呼吁公国航空唔通抽人均，也甲应该扩大对美国以外市场分散风险。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出席议会，提醒中央虽然32%这个关税减慢，不过钢铁也是适用25%的关税，对南部产业的冲击也是未小。钢铁业在南部可以说是我们产值最高的跟这个就业人口最高的一个产业。那尤其中国钢品的低价倾销，希望说行政院能够给予更大的一个，不管是在金融的支持，就对于金融的手段是不但不要雨天收伞，而且事实上要适时提供协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还有市场开拓的方面。黄伟田嘛建议，南部团产加农业种业人口济，中央应该适时协助转型，而且除了因应美国的关税，中国产品竞争这个问题嘛袂使无注意。希望地方甲中央会当团结，共度难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